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12月初5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79篇，米迦书第4章第6节到13节，启示录18章第1节到第10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颠覆。颠覆有时阵是正面的意义，好若亲像讲颠覆传统，有一种创新的思维、更新的做法，嘛真有可能是负面的意义，亲像讲颠覆分子，将是一寡秘密的工作者工作的内容。颠覆伊的意思就是改变现状，有一个新的面貌，甲过去无共款。参加教会伫面对伫未来的建堂、礼拜堂的听读，即个中间，伫今年2023年年度的主题定做归零。这个主题还阁会继续伫后一年，因为咱的硬体将要来被改变，或者是讲已经伫慢慢的中间被改变。相反，对伫咱的灵性方面来讲，当咱咧面对这个硬体改变的时，咱的思想、咱的概念、咱的习惯、咱的态度，伫灵性成长的这个部分，也必须要被颠覆、被改变。若无，咱一定无法度接受，无愿意接受改变，无望有任何的改变，嘛有可能成做一个阻挡。但是无愿意被改变，并毋是基督信仰的本质啦吼。虽然咱知有一寡代志是袂会被改变的，但是毋是迄种绝对袂当改变那种文化啦、习惯啦、硬体啊。上帝的本质袂当被改变，真理的道路袂当被改变，其他所有一切拢会当受改变，为了上帝来改变。以色列被灭、受掠，伫因的生活受到真大的影响甲苦难。但是上帝恩典伫要临到，要调集所有受到放逐的以色列人，互因搁一个成做强国，对受掠四散的境况，也是讲所在被调归回，这就是一种颠覆的情形。米迦书第4章第6节到13节，安尼讲，上主讲伫迄日，我要自接卡拜的，调集受放逐的，甲我捌互因受苦的。我要互卡拜的成做所存的子民，互受放逐的成做强国。上主要伫锡安山做王治理因，对即时到永远。耶路撒冷啊，锡安城的堡垒啊，你做羊群的守望台。早前主要搁归互你。王权要恢复互你，你是安怎在大声哀哭？是因为你无王，大神死了了，你才亲像产妇吹阵也会痛苦，是无？锡安的子民啊，你会亲像产妇咧吹阵会痛苦。因为你离开这个城，出去伫野外，去到伫巴比伦，毋久你会伫遐得到逃亡解救。上主要对
对敌的手甲你赎回。现在真济国家已经联合起来要攻击你，因讲着互色安受凌辱，咱通亲目看着，毋过因毋知上主的心意，无明白伊的计划。伊已经甲因组织起来，亲像收集未困伫五谷场。上主讲：色安的子民啊，起来论五谷，我要互你铁的角，铜的铁骹，通拍碎列国，将因所抢的物摕来献互我，将因的财物献互普天的主。上帝颠覆以色列人的惊慌，嘛颠覆当时阵的强权的思维，因为上帝的计划是甲这个首领以色列人来甲伊救出来，对敌人的中间来救赎出来。以色列人被救赎，也是一种的颠覆。上帝的恩典临到伫以色列人，不但是安尼。上帝正着呼召以色列人归回这个中间，嘛使得巴比伦的强权被颠覆啊！上帝的权柄颠覆巴比伦的政权，因为上帝互巴比伦被颠覆、被打败啊！以色列人就会通回归。伫圣经的启示录18章第1节、第10节嘛安尼讲着，巴比伦会倒坏。后来我有看见另外一个天使对天顶落来，伊有大权柄，伊的荧光互地上光起来。伊大声讲：倒落去啊！巴比伦倒落去啊！这个城正做鬼徛起的所在，一切污秽的神会降落，一切污秽的鸟会鸟笼，一切污秽搁通可恶的野兽会笼啊！因为列国拢有啉着这个淫妇淫乱的酒，引起上帝的大生气。地上的君王拢甲伊行奸淫。地上的生理人拢有对伊的车花放动发大财。我阁有听见另外一个声对天顶出来，讲：我的子民啊，出来，着对淫妇遐出来，才免捌着伊的罪，才免互伊的财会连累着，因为伊的罪已经连累积诸天。上帝会记得伊的邪恶，伊安怎对待人，着安尼来对待伊，照伊所做的加倍甲伊报应，用伊调和的酒的杯调和加倍的酒互伊。伊捌安怎用光家己，安怎来车花，着安怎互伊痛苦悲伤。因为伊会心内家己讲：我坐伫宝座做女王，我毋是寡妇，绝对袂拄着做寡妇的悲伤。所以，伫一日内在会到会有死亡、悲伤、饥荒，伊会后悔消灭，因为审判伊的主上帝有大气力。甲伊行奸淫，过着车花生活，这个地上的君王，看着城着火烧的烟，就为着城来悲伤低哭。因为看着城所受的艰苦，就真惊吓，拢徛讲惨啊！这个大城巴比伦，这个坚固的城惨啊！因为无偌久，你就会受到审判。照伫约翰所写
的警方，其实这是咧讲罗马政府，伊用过伫旧约上帝预言巴比伦的状况来预言罗马政府，但是用类比的方式。这是伫苦难中间，上帝所带来的望。基督徒被称作义，被称作圣，拢是咱去互圣神来充满，生命通得到改变。咱拢需要被圣神甲咱颠覆，圣神的规律帮助咱来赢过，亲像巴比伦这种邪恶的权柄。咱就来帮助咱脱离，互咱来得到改变。因为咱拢需要互圣神来甲咱来颠覆，安尼咱会当脱离这种凶恶、死亡的威胁。圣神的能力就会帮助咱来赢过，亲像巴比伦的邪恶这种的权柄，就帮助咱来脱离，互咱会通得救，得到福调。这拢是互咱的生命被颠覆，得到改变。也亲像保罗家己所讲的，若有人伫基督里，旧的代志已经过去。一切拢变成做新的。保罗又去讲，但活地无搁再是我，是基督伫我的内面活地。咱望生命拢叫圣神甲咱颠覆，互上帝的救赎恩典永远长长存在伫咱的内面。诗篇79篇，求主解救阮的国家，上帝啊！外邦侵占你的领土，帕拉山你的圣殿，互耶路撒冷变成做荒废的所在。因将你的仆人的身躯交互空中的飞鸟做食物，将你圣的子民的肉，互地上的野兽吞食。因伫耶路撒冷周围留你的子民的火，亲像咧拼水，嘛无人甲因埋葬。阮受着隔壁国的凌辱，互受伊的人冷笑其词。上主啊，你要受气偌久？减要到永远？你的同受气亲像火烛偌久？求你将你的受气摒落伫遐个毋捌你的外邦，以及遐个无求叫你的名的列国，因因吞食雅各。互伊徛起的所在得拍远，求你毋通因为阮祖先犯的罪刑罚阮，将你的慈悲紧紧施落互阮，因为阮陷落绝望的地步，救阮的上帝啊！求你因为你的名的荣光帮助阮，因为你的名的缘故救阮，赦免阮的罪。那会互列国讲，因的上帝伫叨位？求你为着你的仆人流的火伸冤，互外邦人知，搁互阮亲目看见。求你互阮求还吐气，透到伫你的面前，照你的大权能保存受判死刑的人的性命。主啊，阮隔壁国对你的凌辱，求你加添7倍幸福因。安尼，愿做你的子民，你草埔羊的人会感谢你到永远，称赞你的名到万世代。感谢上帝用你的权能，互阮来赢过困境，互阮的生命会通互圣神来颠覆、改变阮，互阮归向来上帝。感谢赐平安的上帝，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